敬德，你是谁？你是啥？请做魔术。亲爱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伫咱要领受圣经的话，咱首先搁一摆同心来祈祷。至圣的上帝，阮徛起阮自执伫你的圣殿内，我要恭敬来听主你的话。这是伫3500年前你对摩西所讲的话。伫今仔日，我要恳求天父上帝你，也对阮讲。你甲阮讲话是，互阮对心中通知影，这个故事嘛要变做阮的故事。你是甚物人？阮是甚物人？主愿你伫阮中间掌权，愿阮的一生因为你的计划来得到极大的荣光。也愿天父上帝你将圣神的能力放伫阮的中间，互阮明白阮是甚物人。愿伫你的面前静静听。主愿你的话一发出，你的名就得到荣光。愿主你的话被讲出，救恩就降临伫你所听众百姓。愿主你甲阮适合伫地，互讲的人、听的人，拢因为你的话来受祝福。愿当心伫你的面前安尼恳求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有因放假。伊拢真爱倒来得当，因若倒来时，阮拢会讲到真侪心内话，会讲起因伫工作中间所拄到的事。有真爱问我讲，爸爸，你过来即礼拜，你的讲道的题目是甚物？兄弟姊妹，恁敢有期待伫每一个礼拜的中间，恁会当听到对恁有帮助圣经的话？我甲伊讲，这礼拜爸爸讲道的题目叫做“我不是阿猫阿狗”。伊就马上甲我讲，哈，那是什么题目啊？兄弟姊妹，甲你讲，我毋是一个无路用、无足轻重的阿猫阿狗。兄弟姊妹，但是上帝心肝宝贝的囝，阿门嘛。所以今仔题目讲你是甚物人？这个故事是发生在摩西的身上。上帝知影摩西是一个真注重伊的人生有价值、有意义、有成就，佮愿意互上帝用的人。所以上帝互伊有一足神圣的使命。兄弟姊妹，你应该爱深深去读摩西的故事。这个人的一生改变了以色列人，若毋是因为上帝甲伊讲话。咱今仔无手中这本旧约的圣经，若毋是因为上帝对伊讲话，以色列人就无称作以色列人，嘛无有文字的历史。恁知吗？以色列人虽然有因的民族的故事，阮祖讲的上帝、亚伯拉罕的上帝、以撒的上帝、雅各的上帝，但是犹太人到摩西进前，拢无有文字的历史。犹太人以及敬拜上帝的人类，对迄个时阵开始对摩西讲话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今仔日摩西问上帝讲：“我是甚物人？”兄弟姊妹，你捌想过这个问题吗？当你摕一张名片互人，你伫你的名片顶挂咧印甚物人？这礼拜有一个人叫做李安。伊得到一个一生的成就，伫美国颁奖的时，伊伫个所在讲 ：“I come from Taiwan。”我对台湾来。李安，伊是第二代的外省人，伊的爸爸做过台南一中的校长，是江西人，但是当全世界。下面前人甲伊拍破坏时，伊咧想讲伫这个短短的几句的字词的内底，我会当讲什么话？我是甚物人？兄弟姊妹，你是甚物人？你毋是 Chinese Taipei， 你是叫做台湾，对吧？当然，你会当讲我是客人。当然，你会当讲我嘛是外省人，
当然，你嘛会使讲你是中国人，更较好。你若是原住民，你要勇敢讲出来。我是原住民，你是什么人？兄弟姊妹，什么人做决定？也这你不要想过这个问题无？你是什么人？什么人做决定？关键这段圣经，恁听到圣经跟你讲，你是我所拣选的，你是尊贵的，就亲像王子同款。你是属于我的圣洁的百姓，兄弟姊妹，关上帝对你讲，你是什么人？我会当甲恁讲，对社会政治的角度来讲起，我是什么人？但是今仔日牧师的重点，唔是要对社会甲政治的角度来挑战恁的认同甲自我意识。牧师要鼓励恁徛伫一个活伫这个世间的一个人，有活命的人，利用一个存在人活的这种的思想来问你家己，嘛问上帝。对2月初第一礼拜、第2礼拜到今仔日，3个礼拜的题目拢甲咱的存在有关系。2月初牧师甲恁讲，就互咱的一生活伫上帝面前，你还会记迄个题目吗？兄弟姊妹，顶礼拜牧师问恁讲，伫你的心内住着个什么人？当你若有机会将你的一生所结的果子，伫你的成就中间，人请你讲2句啊，你的心内话。你要讲我是什么人？兄弟姊妹，原来伫今仔这个礼拜，上帝对你讲话，开你的心目，互你心中知我是什么人。牧师虽然真俏皮，甲呜讲，我不是阿猫阿狗，伊马上好反应足紧的，伊就甲我讲，哈，爸爸，迄是什么题目啊？迄个题目还用摕去做讲道礼拜这个做题目吗？哦，我就该改做我是谁？兄弟姊妹，你是谁？我是谁？他是谁？人的自我的存在真重要。因为人的自我意识会决定将来你的立场甲你的使命，也这听好。人的自我的认同、自我的图像会决定将来你是心中的人，因为迄关系到你的立场，嘛关系到你的使命。今仔日的摩西甲上帝有一场真特别的对话，因两人坐落来。老爸甲伊讲，我就是自有应有的，我是。上帝讲 ，I am who I am. I am not I am. I will be I am. I am. 我将来就是我。这句话只有2字，我是。圣经中间只有讲到2字，我是。所以兄弟姊妹。圣经的信仰对这开始，我是创造天地的上帝。上帝甲摩西讲，亲爱兄弟姊妹，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你听到上帝的圣心甲你讲，你是谁？亲爱兄弟姊妹，有一日，当咱完成这个世间的任务，一生的工作，有一日我们会回家。你讲回哪一个家？像是今仔日牧师伫今仔日的祈祷会内底，唔是祈祷会，祈祷文的内底。有一日咱来到上帝的礼拜堂的头前，伫外面的树会天使，伊问讲你是谁？你甲伊讲我是庄孝胜。天使叉叉的讲，上帝所听的囝儿，你入来，望庄孝胜有这个名字，会当讲你是我所听的囝儿。亲爱的姊妹，咱伫今仔日的礼拜。上帝对你讲话，对2礼拜前到今仔日，咱要对上帝讲，我是什么人？我为什么来到这个世间？我的将来会怎样？亲爱的姊妹，愿上帝通过今仔日的圣经这个故事，和你讲，上帝和摩西的故事变成我的故事。摩西甲上帝3见面，伊一生的故事
就真做上帝同在的开始。愿天父上帝甲咱撒加地在今仔日的礼拜，就是今仔日的主题。当咱甲上帝相拄了后，你的人生必有无同款。拄则牧师嘛问恁一个问题：人的一生，什么人决定？你是谁？由谁决定？台湾人想要讲我是台湾人，但是有真侪人甲伊讲毋是，你无注意讲你是台湾人，你爱讲你是 Chinese Taipei。兄弟姊妹，什么人决定你是什么人？今仔咱做礼拜上重要就是父母有影响咱，父母会当决定咱做什么人。阁有就是你家己爱选择你要做什么种人。第三就是你爱知你的生命是什么人予你的。所以摩西120岁中间，拄就是3段。第一段，伊的父母甲伊讲：你唔通袂记日，你唔是法老王的客囝。这你若知摩西的故事，你知影？伫伊出世的时，伊本底应该是死的，但是因为伊的妈妈的智慧，伊互法老王的查某囝来叫做养子。第一段的命运是伊的妈妈决定的，父母决定伊是什么人。第二个阶段是伊的父母甲伊讲：你唔是法老王的囝，你是罗仔的囝，因为你的祖公亚伯拉的上帝、以撒的上帝、雅各的上帝，所以伊决定不忘本，所以决定取了罗仔囝的身份。第三个阶段就是伊经过旷野40年了后，伫西奈山顶，上帝讲：今仔日你徛的所在要真做，我甲你设立永远的约立约的记号神圣的所在。我的名叫做以马内利，这个山就是伊的证据。有一日，你要甲你的兄弟姊妹自由自在，不过再做奴才，要伫西奈山顶来敬拜我。兄弟姊妹，咱的一生，什么人做决定？回想你的父母安怎甲你教，回想上帝伫你的心中所预备你的将来，你的身份是什么？我是什么人，当然会影响到我的社会责任，嘛影响到我政治的立场。我是什么人，更较重要，是我用什么种的态度、什么种的身份活伫这个中间。兄弟姊妹，互上帝的话甲你讲，你是上帝所拣选的，是圣洁的百姓。阿们吗？咱是为上帝活伫这个世间的人。摩西受拣选了后，上帝互伊一句话：对今仔日开始，你要伫法老王的面前代表我。或者我再讲一摆，上帝甲伊讲：对今仔日开始，你要伫法老王的面前代表我。你无搁再做法老王的客囝，你是要做永远的上帝。我是阿里法，我是俄比加，我是主有应有，我是昔在、今在、永在，我是自由拥有的神。现在你若知影，咱的上帝是这种的上帝，你就不是阿猫阿狗。我说不是开玩笑、俏皮话，不是。我不是阿猫跟阿狗，这句话最重要的意思就是讲，你爱知影，你是举足轻重。有影响咱的人，阿们吗？求天父上帝对你讲话，伊甲你量身定做计划，独独讲互你听，因为迄是你的人生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个礼拜嘛对咱讲话，互你听着讲，我是什么人？我何德何能？我凭什么敢得去挑战迄个伟大的帝国法老王？我是什么人？上帝甲伊讲：我甲你撒个地地，你要伫伊的面前，无论的，无惊吓，
你要手举我的肝影，我要甲你三甲地地。兄弟姊妹，咱活伫这个世间就是这个意思。基督徒伫这个世间，不是阿猫阿狗。咱伫上帝的面前，有一个真要紧、真正的转捩点。这个何烈山，佮另外一个法律叫做西乃山。西乃山是一个山头，何烈山是一个群脉、山脉。所以伫圣经中间拢是共一个，伊是代表上帝分别最圣的山头。伫迄个所在，摩西甲上帝三见面、三讲话。兄弟姊妹，你的西乃山伫遮，毋是伫牧师的胸坎啊，毋是啊，伫你家己的胸坎。你的西乃山，你的何烈山，伫你的胸坎的内底，伫迄个所在。上帝要听候你，要甲你讲话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地地，因为当人甲上帝见面的时候，有一足要紧就得到自由。上帝要互摩西遗憾，上帝要互摩西疑惑，上帝要互摩西一生的怨叹。上帝，我为着你徛伫迄个苦难无公义的立场的中间，我为你做样代志，是安那走投无路。但是摩西，上帝要偷开伊的枷锁，对今仔日开始，你无搁再假法老王的客囝。今仔日开始，你要做永远上帝。我的名叫做耶和华，我的名要永远受纪念。兄弟姊妹，愿咱心中的枷锁、疑惑，伫今仔日礼拜中间开始一个结。一个干，上帝慢慢甲你透开了后，互你自由。你讲上帝，我要带着这种新的身份、荣耀的身份、自由的心，甲你同行。我真欢喜，我要为你的名活伫这个世间。所听的姊妹，摩西上帝差遣伊徛伫法老王的面前，代表上帝。你我。上帝差遣咱徛伫台湾这个所在，代表上帝。兄弟姊妹，咱有信仰的身份，但是咱嘛有社会的身份。愿天父上帝帮助你明白你是什么人。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来想今仔日出来记第3章第7节到15节，兄弟姊妹，你应该今仔对哪？拨一个时间，应该一定爱拨一个时间，甲出来记第1节读到15节，因为前半段无讲到，因为牧师为着要聚焦伫今仔日这两句话，我是什么人，上帝是什么人，所以书会的结束，伊所选读的只有一半尔。兄弟姊妹，这个故事爱来龙去脉，拢读个清楚，免得有一日恁伫主日学内底。咧讲圣经的故事，囡仔听的时阵断章取义，讲不到真正的重点。我是什么人？放伫你的心内，或者唔免问牧师，你问上帝。主啊，我是什么人？愿上帝甲你讲，也愿今仔日的圣经彼得前书，互你足清楚听着讲，你是我所拣选的。兄弟姊妹。上帝拣选无凊彩，是因为伊看咱做宝贝，伊才有拣选咱。咱的一生若要会通伫上帝荣耀中间参与伫伊的计划，毋是咱的誓约，嘛毋是咱讲上帝我愿意互你用，毋是，是上帝拣咱做伊的采用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互咱听到上帝讲。第一句、第二句，第一句是我是什么人，第二句是上帝讲，我是自然之人。自然之人这个字叫做阿耶、阿瑟、阿耶，三句话，我就是我。伫圣经有真侪无同款的翻译，英语的翻译叫做 I am who I am， 我就是迄个我。
还有另外一个英语翻译叫做 I am that I am， 意思就是我就是古早迄个我那个人呐、我就是那个人。你的祖公跟你讲的，亚伯拉罕的上帝、雅各上帝、以色列上帝，你过去听故事，拢是你的祖先讲给你听的。I am that I am 就是迄个意思。我是实在的神，今仔日呢，我是今在的神。I am who I am。第三，我就是将来你的上帝。I will be， I will be 意思讲，我就是迄个 I am， 我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仔圣经是一句足深、足丰富的话。愿天父上帝用这个话做锁匙，伊讲自然的找我来恁遮。兄弟姊妹，我嘛知影是上帝找我来恁德堂教会。真爱袂使讲恁德堂教会，应该爱讲咱德堂教会。若毋是上帝，我无机会这个甲恁做伙。伊讲自然的，迄个字就是 I am 啦。所以听你姊妹，愿这个上帝将一个真清楚、深思熟虑，经过你家己做决定，经过最的环境和你的邀请，你决定你要做心中的人，为此来话，互上帝用。愿咱伫今仔日个礼拜。所以希伯来书拄则牧师读互咱听，就是第二章。I am， Asher I am。I am 这个字读音甲上帝的名叫做亚威做共音。以色列人称上帝的名叫做耶和华，字根叫做亚威。因为以色列人因的文字起头只有子音没有母音。今日牧师毋是要甲恁上课。因为安尼缘故所发展出来，上帝的名的称呼会有无同款的讲法。I am Asher I am， 意思就是我就是那个我，实在的我，我就是我自己。第三 ，I will be who I will be， 意思就是你将来会成为你将来的你。兄弟姊妹，因为咱的上帝是有将来性的上帝，所以今日听礼拜的讲道，兄弟姊妹，感动要互恁真多将来的恁。今仔这个讲道的经文要帮助恁、引带恁，真多有将来性的恁。兄弟姊妹，恁敢捌问讲，我的将来会怎样？唔通去算命，嘛免去问算命先，一句嘴好累累。歹势，毋是因为职业无共款，我共批评。当然，你若愿意去听，做你去，你请我无用。但是兄弟姊妹，你的将来伫上帝手中，你同意吗？关咱伫这个上帝，甲摩西讲话的上帝，今仔日嘛甲你讲话。愿这个上帝将来嘛做你的子孙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角地地。因为上帝讲，我是自有应有的。这句话意思，我无起头，我无煞尾，我是一个永远的上帝。我的名叫做耶和华，我是你祖公的上帝。巴克利牧师翻译了有够好。我毋是你的祖先的上帝呢，我是你的祖公的上帝。哦，祖公这句话伫台湾人这句话偌亲切的，拜祖先拜祖公，兄弟姊妹，我是你的祖公的上帝。愿天父上帝甲你三角地地，伫今仔日，上帝嘛要甲你讲，我要设立你伫台湾做我的见证。有一日，当你有成就的事，愿你会当亲像李超讲 ：“I come from Taiwan。”我真感谢上帝，互我出世伫台湾，成长伫台湾，也为了台湾的将来。台湾有难，我不沉默。李超讲的，这礼拜两个人讲两句足有意思的话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你是什么人？愿天父上帝甲咱三角地定，咱有信仰的责任，但是咱嘛有社会的责任。
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因为有的人有才调移民啊，但是像亲爱兄弟姊妹，你我咱坐伫遮的吼，100%是无啥能力通移民的人啊。就算做有一日，你若感觉讲无平安，你毋敢行银行，你拢买黄金，万一有一日要走路，你黄金摕着就当随时走，行到天边海，家己弄当活落。兄弟姊妹，无遐尔简单啊！摩西设立是为着要带做奴才的囝，真侪自由圣洁的国度。彼得咧讲就是安尼啦。恁是圣洁的国度，上帝的百姓。亲爱的姊妹，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，甲咱立用。何烈山、西奈山，上帝讲话即个故事，伫犹太人的子子孙孙顶悬，伊该号一个名，这叫做西奈山的约定，永恒的约定。永远，上帝伊讲是就是，兄弟姊妹100%。上帝讲我是，伊就是；上帝讲你是，你就是。上帝甲咱立约，兄弟姊妹，你愿意吗？上帝讲我实实在在甲你讲，我甲你三甲地地。现在你愿意这个上帝是你的上帝吗？伊是以马内利的上帝，伊是耶和华以勒的上帝，伊是耶和华尼西的上帝，伊是耶和华沙华的上帝。你讲牧师，你学念句安尼文绉绉，这拢是圣经中间的上帝讲我的名叫做什么？我的名叫做耶和华以勒，我的名叫做耶和华沙华，我的名叫做耶和华沙龙，我的名叫做以马内利。你有一个作俗诗，耶稣讲：我是世间的光，会记无？我就是话命，我就是真理，我就是道路。这上帝古早就是，今仔日就是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地地，这个上帝讲，我要实实在在甲你三甲地地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无论你伫什么所在做礼拜，你的上帝拢甲你讲，我甲你地地。我伫这个山，恁有一日，恁要伫这个山纪念我，伫这个山服侍我。服侍上帝，这个服侍这个字，原本的意思就是礼拜、敬拜。英语翻作 worship service。咱伫这个所在，这个所在就是上帝临在的所在。既然是上帝临在的所在，伊就是一个记号。所以上帝甲伊讲，这个要做我查天理的证据。求天父上帝伫今仔日个礼拜，互咱明白，咱的上帝是一个活的上帝，伊早伫地，今仔伫地，将来伫地。所以是圣经中间有真侪话来讲起上帝伊的名，但是伊的名拢代表伊的存在的本质。伊讲我是一个医治者，我就是一个供应者，我就是一个拯救者。伫圣经中间有无共款的名称，拢甲我上帝的名耶和华放伫头前。耶和华拉法，耶和华以勒，耶和华沙龙。沙龙的意思就是沙龙。沙龙的意思就是平安、甲拯救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耶稣嘛有讲过足类似的话，有智慧人才听有。并未做耶稣12学生内底，只有约翰有去注意到耶稣7摆，讲我就是天上的粮，我是生命的粮，我是世界的光，我是门，我是牧者。我是道路与真命，我是真葡萄树。兄弟姊妹，这礼拜讲道最重要，就亲像摩西甲伊写起来。我伫西奈山顶听到上帝伊甲我讲，伊就是伊家己，伊就是自然而然的上帝。我嘛问伊讲，我是什么人？兄弟姊妹。这礼拜就是人甲上帝见面的时间。我每一个礼拜，我会当亲像彼得，我会当学习摩西，将我所听到的感动，甲恁讲，咱的上帝伫遮，甲你三甲地地。
这礼拜祈祷会有一个姊妹伫祈祷会了后，伊甲我分享讲，真感动的一句话。伊讲伫祈祷会中间，上帝甲伊讲话。伊讲，我都会牵得为你定十字架啊！有甚物我无愿意为你做的代志吗？也是听迄句话讲，伫祈祷会咧敬拜咧俄罗主耶稣的救恩，唱出俄罗甲感谢的诗歌的时阵，这个姊妹听到上帝的声，我都会牵得为你牺牲伫十字架顶。伫你人生中间，敢有我无愿意为你做的事吗？也这，愿你嘛听见上帝救恩的声。愿天父上帝帮咱伫今仔日，上帝伊讲伊是就是，上帝伊讲什么不打折，照安尼，你愿意吗？愿天父上帝互愿意的人，上帝话发光。你若甲上帝讲，上帝你讲就是，你就是我的上帝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拢诚做我是，我不是，我不是阿猫阿狗，我是上帝尊贵的女儿，宝贝的孩子。也这肯定花就伫这个所在讲，主啊，我是。感谢你，今仔日我有这个机会坐伫这个所在，听到3500年前、3600年前，你甲摩西所讲的话，求天父上帝帮助。今仔日有两个短短的信息，做一个结论。第一，你敢愿意甲上帝讲话？你敢愿意甲上帝参详你的人生？你若愿意用今仔日摩西的故事，你甲讲。上帝啊，摩西的故事要变成我的故事，求你出现伫我的人生中间，伫我的心内，互我的心成做好的山，成做西奈山。主啊，我向你跪拜，我跪落恳求你，向我显现。兄弟姊妹，甲上帝相拄，要改变你的一生。改变摩西的上帝，投放伊心内会苦楚的上帝。其实伊真唔愿啦，我咧想，若是我一定真唔愿。我早就为着你行侠仗义啊呢，上帝啊！我早就为着我受苦的同胞，我就徛起来讲袂使安尼。啊，我阁无说伊去杀死人，走路。恁会记个故事无？摩西心内早就甲上帝讲，我早就为着你发起勇气。兄弟姊妹，上帝无否定伊过去迄种的行侠仗义的心，但是上帝重新甲伊讲：我要设立你，伫法老的面前代表我，因为你以前做迄样代志，是因为用埃及的王主的身份做迄样代志。今仔日你要用上帝的儿子的身份，君尊的祭司做这样代志。天父上帝帮助咱改变，所以兄弟姊妹，甲上帝讲话，听上帝的话，甲上帝讲话叫做祈祷，听上帝的话叫做读圣经。咱中间有几个人，你享受祈祷，认真读圣经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家伫地，伫圣经内咱看到上帝，伫祈祷中间上帝听到咱的声音，甲咱讲话。亲爱的姊妹，伫你发出祈祷的时，上帝的圣神就徛伫伊甲咱，上帝甲咱的中间。所以圣经讲，咱所领受的，毋是这个世间的污灵、污秽邪灵，今仔咱所领受的是上帝的圣神。圣神互人心清气。过去咱可能伫这个世间中间有无好的思想。捌互咱有产生无好的习惯，但是当圣神若甲你三甲伫地时，伊要改变咱，亲像伊改变摩西。亲爱的姊妹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愿天父上帝的圣神即时充满咱，
充满咱每一个人，互咱带有圣神的开力，互咱带有圣神的能力，互咱带有圣神的开力。拄则我甲咱分享讲，即礼拜我听到一个见证，我真受感动。伊个见证甲我讲，耶稣讲，我拢会当为你定十字架，还有什么我不能？还有什么我不愿意？兄弟姊妹，你相信这个耶稣在甲你讲话吗？你相信这句话今仔日是上帝通过一个姊妹感动，通过牧师，在伊个礼拜当中间提醒恁，有什么事是耶稣袂通为你做？当然，耶稣做是为伊主权，伊无凊彩做。耶稣毋是咱的细汉的，恁听迄意思无？耶稣你去做，耶稣你去做，毋是。耶稣毋是咱的细汉的，但是耶稣无啥物毋愿赏赐互咱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听有上帝的话。耶稣讲：“我必爱你，爱到底。”你相信吗？主啊，我遮尔不配的人，我遮尔糟糕的人，我常常互你烦恼，我敢会堪得互你听到世间的路话？咱不但互世间，互耶稣听咱到世间的路话，咱要搁甲耶稣讲，今仔日我无搁再是我，乃是耶稣伫我内面的我。你是什么人？李安讲我看赴台湾。你是什么人？我是基督徒。我不以福音为耻。我是基督徒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个弟弟，深深思考今仔日的圣经，将上帝的话放伫你的心内，因为圣神要将上帝的话解说给你听。圣神要将上帝的话解说给咱听。以前咱读圣经袂明白，毋是咱戆，毋是咱钝，是因为咱是人，人拢需要眼见为凭，对无？咱是人，但是圣经讲踮伫我内面的神，毋是这世间的神，是上帝的圣神。所以的姊妹，上帝的圣神要将上帝的话讲互咱听，就亲像摩西伫西奈山顶听到上帝家己讲的话。愿每一个兄弟姊妹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你的生命因为你甲上帝见面，你有一个觉醒讲：主，我不爱搁再阿猫阿狗，我要做一个你甲我计划，你决定的我的人生。求天父上帝帮助，或者上帝应答你对伊的会提出来的问题。上帝，我是什么人？你是什么人？以前咱做这个世间的囝，但是今仔日咱要做上帝的囝。摩西捌做法老王的囝，有荣华富贵，但是后来伊做上帝的囝，荣耀上帝的名。或者咱检查嘛捌一段时间，是为着这个人生的走总。咱检查嘛有一个时间，是为这个世间的活。这并不是唔对，但是有一个更较有价值的，就是咱要为上帝来活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偷开咱的枷锁，亲像伊偷开摩西心内也疑虑、疑惑、唔愿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个弟弟。第二，我要邀请兄弟姊妹，你认真为着你的将来做选择。你会当选择你要做什么人？你的父母，你以前所受的教育，你所看的报纸，有真侪拢对你有影响力。但是今仔日的礼拜，互上帝
影响你。我咱伫天父上帝面前，上帝甲你讲，你是我所听的囝子。当一个人若明白伊的身份了，伊的生活就无共款。感谢上帝，互今仔日的圣歌队有咱唱出遮尔水，今仔日圣经的诗歌。我是什么人？我是上帝拣选的。我是什么人？我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有尊贵的身份。祭司是什么人？祭司就是上帝的代表，要引带人来认捌上帝的人。第三，我是圣洁的国度的国民。兄弟姊妹，如果你若知影这个圣洁是什么样的滋味，你就会愿意离开你即摆的生活，无下伫上帝圣经所讲的话的行为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上帝讲，我要互你伫今仔日伫这个世界代表我。愿所有的基督徒为了主耶稣站起来。愿每一个基督徒拢听到上帝伊家己讲，我就是我。愿这个拣选摩西的上帝，互恁听到上帝的声，独独，咱是上帝拣选的囝子，有贵族的身份，是上帝的祭司，是伊天国的百姓。兄弟姊妹，这就是咱今仔日的名片顶悬的身份。这张名片唔免印出来，但是伫你的灵、伫你的心的内底，愿天父上帝将这话放伫你的内底。你愿意安尼来活吗？你愿意将今仔日的话认真放伫你的心内吗？耶稣知咱的欠缺，耶稣对迄个姊妹讲话，耶稣嘛要对你讲话，你愿意听见吗？愿天父上帝伫咱中间，咱听到耶稣所讲的话。耶稣知伊要离开世间。约翰福音13章第1节，耶稣知，兄弟姊妹，耶稣知你唔知的，耶稣知我唔知的代志，耶稣知伊的时间到，但是伊讲一句话：虽然我会离开，但是我犹原将我的听留给你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我咱就今仔这个礼拜，每一个兄弟姊妹。你拢感受主耶稣伸出伊的手，甲你做记号，你的2下，你甲主耶稣讲：主我知，你即摆甲我三角地地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主，阮伫人生中间有真侪我毋知的代志，我毋知你是甚么人，我嘛毋知阮家己是甚么人。所以有真侪我唔知的代志，我唔知影阮伫什么所在得罪了你，我嘛唔知阮的将来会怎样。但是上帝，你若甲阮三角地地，阮无需要知影，因为你甲阮看，阮只要对你的骹步就够业。所以阮将所有阮的兄弟姊妹拢交伫你的手中。伫今日这个礼拜就亲像伫西奈山顶。互摩西故事拢变做阮的故事，互摩西故事拢变做阮的囡仔的故事。互阮伫这个世间讲，阮的祖公的上帝是亚伯拉罕的上帝、以撒的上帝、雅各的上帝。阮的上帝就是迄个创造天地的上帝，至圣的上帝。你是，我是，我是你的囝子。哈利路亚，学了你的性命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